1970年代，曹仁超在股市2次发财，2次几乎破产。他从中学到了几点教训。1971年，他学到不要做保证金交易，即不要借钱炒股。不过，对曹仁超而言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对投资的看法。他认为，致富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：势。你自家努力咧是30%，真真正正令你賺鈔票或者虧本咧，70%咧就係勢。我為什麼1969年加入股票市場啊？2年功夫賺到20多萬啦，不是我聰明嘛？因為香港嘅政治剛剛上去嘛。1970年1年功夫，你為什麼可以賺到50萬呢？不是你聰明嗎？因為這個勢是向上面想啊。1974年為什麼你可以虧本虧咗啊？不是我笨嘛，就是勢對我不利嘛。對，這個是我1975年到1980年花了5年時間，看了很多書，慢慢想通的道理。我剛剛開始呢，我相信是價值投資法嘛。我亦都相信過走勢嘛，但是發覺呢兩個東西呢都是不行的，慢慢呢是自家慢慢形成呢是趨勢。這個呢我發覺呢是這幾十年來呢我用得最多是趨勢，亦都是趨勢令我嘅財富增長得很快。到了現在，這個金融危機已經發生了，這個美國整個現在全球還在這個經濟危機當中。我不知道您對這個哪些領域的投資會看好，哪些領域又不太看好？我第一個看法呢是這本書講的呢是，我相信呢是07年開始呢，美國是進入一個很長的衰退期，因為呢這個 CDO 問題呢不是短期可以solve 嘅解決的。我相信呢。這趟嘅衰退期咧，可能要6年到8年時間，但是咧，它跌得低嘅時候咧，它會有 technical rebound 有啲反彈啊。這個是第一個看法，就是07年開始咧，美國咧已經進入一個很長嘅衰退期。就您認為這個美國其實在未來這個6到8年期間，它就停滯增長啊？但是因為咧，美國政府不斷去幫他嘛。所以呢，它是not too good, not too bad， 它不是太壞，但是也不是太好，但是就是這樣啦。中國呢，就是剛剛是可以說是07年呢是應該說是莫名其妙的興奮，就是中國人呢就剛剛賺到鈔票啦，所以呢每個人將啲鈔票放進股票市場，所以呢他買股票呢同我1969年到1973年買股票一樣的，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做什麼的，因為有鈔票。買了就漲，買了又漲，買了又漲，自己做什麼一塌糊塗，完全不明白的。而2007年到2008年呢，同我1973年到1974年一樣，虧本虧得一塌糊塗，但是也都不清楚為什麼的。對啊，因為自己嘅經歷呢，我就相信2009年呢開始會不會同我1975年一樣？虧本已經虧了，有人是會想為什麼虧本啊？為什麼賺鈔票？所以我相信呢，由2009年開始呢，中國股票市場呢進入一個是理性嘅投資市場啦，是不從前嘅非理性投資市場。